我係 Icy 啊。咁我今日咧就嚟到屯門啦，同大家咧去參觀一下位於青山公路青山灣段25號嘅屋苑。咁佢就命名為蒙地卡羅別墅。咁其實呢一個屋苑咧一直以嚟咧都係好少至放盤㗎。咁我今日咧有幸咧就可以同大家去參觀一下。咁其實呢一個屋苑咧嘅地理位置咧係非常之方便㗎。咁佢步行幾分鐘咧就可以去到黃金泳灘啦，以及係黃金海岸酒店。再行多幾步咧就可以去到黃金商場。咁呢個商場裏邊咧有超市啦，有食肆一應俱全啦。咁戶主除咗咧需要揸車出入之外咧，其實門外咧就已經有唔同嘅巴士路線可以往返九龍區、港島區，以及咧係香港國際機場㗎。咁至於駕駛人士咧，仲可以用到港珠澳大橋往返澳門啦，以及係深圳灣口岸咧往返中國內地嘅，所以顯見咧呢一度嘅地理位置咧都係非常之方便啦。咁簡單介紹一下呢一個屋苑啦，其實咧佢係1981年落成，至今咧已經有45年㗎啦。咁係由恒基兆業啦，以及咧係新世界共同發展而成㗎。呢個屋苑咧只係供應20棟嘅別墅嘅啫。咁而我哋今日咧會去參觀嘅一個別墅單位咧，佢嘅實用面積係2044尺，咁佢嘅實用率咧係高達90%幾啊，全部都係方方正正㗎，非常之好擺嘢嘅。咁有興趣嘅觀眾咧，記得喺睇影片之前咧訂閱咗我嘅頻道，再欣賞單位啦。我哋依家經過大門進入呢個單位啦。一經過大門之後咧，就會見到有一條嘅樓梯上返去樓上嘅睡房樓層。咁我哋依家咧率先參觀咗地下呢一層先。咁呢度咧有第一個浴室啦。呢個浴室咧配置咗一個淋浴間啦，同埋一個玻璃趟門。咁而呢度咧都間隔咗一間睡房。以及咧大門嘅後方咧，其實係有一個玄關位置啦，可以俾戶主收納一啲嘅物品㗎。咁我哋依家咧即刻去睇下佢哋嘅廚房先。咁呢度嘅廚房咧面積咧都超過100尺，非常之闊落，好適合一啲咧鍾意煮食嘅戶主。因為有足夠嘅台面空間啦，可以備菜。咁喺廚房出返嚟咧，呢度咧就係飯廳嘅空間。而呢度咧就係客廳嘅位置啦。咁客廳以及飯廳咧嘅間隔咧都非常之分明㗎。咁而呢邊咧都有一個趟門啦，可以出返去呢一個單位嘅前花園位置。咁帶大家出去睇下啦。咁呢個前花園咧係呈 L 型㗎，咁都係相當之闊落嘅。咁呢度咧就可以通返去飯廳嘅空間啦。咁事不宜遲，我哋依家咧即刻上去樓上睇埋睡房樓層啦。我哋依家咧沿住屋內嘅樓梯咧上到嚟睡房樓層啦。咁其實一上到嚟咧，首先會見到有個小平台嘅位置。咁呢個平台咧主要嘅景觀咧都係向返屋苑嘅內園方向啦。咁而呢一度咧有一個嘅小型偏廳。呢一層總共咧就有4間睡房。
咁我哋首先睇咗第一間睡房先。咁呢間睡房呢，望出去嘅景觀呢，係樓下嘅前花園位置啦。咁以及前方呢，可以望到黃金海岸酒店㗎。而呢一間睡房呢，都打造咗一個大型嘅入牆衣櫃，整間睡房呢，都係非常方正。咁呢度呢，就係浴室。做咗個玻璃趟門嘅淋浴間，係一個名次嘅設計啦。另外一間嘅睡房，咁同樣呢都做咗個入牆衣櫃。而呢間嘅睡房景觀呢，都係望返出去屋苑㗎。咁再過嚟呢，呢度就係第三間睡房。呢三間睡房嘅面積呢，都足夠晒擺晒睡床啦、衣櫃啦或者梳妝台等等㗎。咁我哋依家事不宜遲呢，即刻去參觀一下主人套房啦。咁主人套房呢，要經過呢棟木門啦，有一個小型嘅玄關位置。咁左手邊呢度呢，係打造咗一個嘅小型儲物室啦，可以做書房啦，或者係衣帽間㗎。而另一邊呢，就係浴室。再望返過嚟呢，呢度就係寢區嘅空間啦，相當之闊落啊！咁呢間睡房嘅面積呢，其實都超過咗250尺㗎啦。同埋採光度呢都十足。咁我今次呢一個單位咧介紹就嚟到呢度啦。其實戶主咧除咗咧會放售之外咧，仲會出租嘅。如果各位觀眾有興趣嘅話咧，就歡迎聯絡我，等我親身帶你哋去參觀啦。鍾意我今次呢條影片記得俾個 like， 有啲咩意見嘅話喺頻道下邊留言話我聽，仲有記得訂閱我嘅頻道。我哋下條影片見啦，拜拜。